没有准备啥物物件，想讲吼，足久无见，讲一个开头嘛，啥会了讲呢？咱好学今年有着的这个钢铁吼，叫做断离后，咱就看我看，今年主要发生过今年的超过。迄个有影呢，你若是像好学这安尼吼，就是头仔拍的，你无就门口甲了去后壁的资料，若搁加入，你就爱往前找。往前找，哦，咱目前今年的这个学习的情形呢，就是断离后。或许这段时间我有咧想，因为我若听咱洪经理来咧教咱的幼稚餐厅，咱进行页第64页，是毋是都有听到咱印宗法师，教咱这个。要做语言做出的对白，因讲的就是二元对立。咱迄个啥呢？咱要做语言大师是因是佛法，有二，那就是落在二元，迄个二元对立的这个上呢，的这内底，就是并，二就是并折写，二的并折写啊，显恶。对称、无悖、是非，这有两项呢，有正反面的，这个都落在哲学上，这就不是佛法。佛法是非一，是一名，没有二，所以我们才说不二法门，非一的，就是叫做佛法。所以这段时间，或许你家呢，看这个公飞在下这个段以后，算被绑住了。你看看。像我咧选会叫发条的时候讲，为什么它会有意义？因为你无信，这嘛是落在二元对立呢。就是因为你没有信，你才会产生疑。虽然讲这是落在二元对立内底，不过呢，这嘛是修道的步骤要功夫。伫你还未真正迄个有进入到这个意的时阵。你就必须在这里摸索，就咱头拄仔无咧请教，咱讲是性界行证还是性缘行证？就是讲你要有这个信出来的时阵，你一定爱安怎好好去家了解。我以前捌甲咱讲过一个小小的迄个提示，就是讲天堂，我无去过，我甲伊讲天堂。有这个天堂，有这个西方，但是因为我没有去，所以这是乐意上我的判断。既然我没有去，我又给他说有，而且我又没有神通跟凭迄个慧眼，我甲伊讲有，安尼当然有时候别人伊会讲你太武断了，你又没有去过。但是若无去，有的人伊讲无的，咱嘛使来讲，你嘛无去过。你嘛无听见、慧眼，为什么你要甲伊讲无？安尼你嘛是武断，两个都很武断。那我们要以什么来作为咱的迄个咱要遵循的依据？就是圣言量。过去圣严先生所讲的著作遮尔侪经典，既然你也毋相信我讲的，你嘛无去过，那我们以什么为根据？就是圣言量。就是过去的圣人，爱是仙佛，因所留伫经卷内底，这就是我们要依循的。如果若是按圣严先父所讲的，你拢唔该相信，那你就是世界最顽固、最武断的一个人了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呢，这也就是互咱知影讲，每一项代志其实都有一个过程。所以互咱会才来看这个断离后。要找这资料，自然就会去互建立遐拔掉啊！要拔掉的时阵，有法就只有跳脱，家认为讲啥呢？这就是咱咧好好进入的一个步骤，一个功夫。你若无这个尝试的话，
了解，了解了后，你照着这五律去行，后壁你才会当产生安怎有所体悟，大家清晰，正是讲这真正毋是人一般咧讲的。所以呢，我是最近嘛一直咧看啥物啊？看咱的即个灵性，灵性是一种的能量，灵性是一种能量，能量呢？这能量散布在我们宇宙当中。那这个宇宙当中无形有一个牵引，有一条互咱看袂到的这个力量在拉扯。所以呢，感恩讲啥呢？如果我们连过去的圣人先佛所谈的、所记载的，你都不相信，那你真的就是太顽固了。安尼啥物人拢无法度人处理，就没办法救你。所以呢，既然咱有这个疑，就是因为咱拄仔讲的伊无相信，无相信的时阵，这个伊安怎还无相信？就是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。你像咱无咧做保险，有当时若甲人提讲，他不相信，他又不去纠正，伊就永远安怎离开这方面的专业知识，伊就是无这方面的常识，所以咱人拢共款，不管你对这方面，你若无这方面的常识的话，你就会打一个问号疑。若无就讲，我莫去参与，你就忘这个就好了，他就把它删掉了。这个性呢，就是啥？这个或许是甲伊讲，因为你无这方面的尝试，所以你的心底安怎反反复复，是真的吗？是假的吗？就是在那里安怎抓袂定，所以就是会变迷惑，会变迷惑。所以呢，既然要修行学道，我大家拢一定爱安怎深信。伫这个深信的功夫以前，你就是爱去找出对咱有利爱善善的过去生的身份所甲咱讲的这物件，甲咱做佐证。所以呢，咱会当断除你的这个疑惑。如果若无呢，这条路走停停，你是无法前进的。要看到光果，要看到好的这个结果是不可能，因为咱这世人来的时阵，是要承受上辈子咱所种的因，所以这世人是要承受这个果。毋是咱这世人做的道，直接要甲人改变前世人迄个果。我迄天有看到迄个啥呢？咱迄个琉璃太子，琉璃王，伊咧公家释迦做的时阵，世尊嘛是甲伊动3届呢。为什么世尊要甲伊动第4届就无法度动？因为因果相生。所以要改变因果，就是讲，爱伫因果还未成熟以前，你着爱有所动作。因为释迦宗大家拢认为讲，咱着有一个迄个佛道的，伊着自然会替咱排解。结果咱世尊是甲伊主动起来，是要争取更多的时间，互伊释迦族的人会当大家会当去忏悔，会当去念佛，会当去修行。有这个忏悔心，安尼的多少可以改变一些这个恶因，这个果，但是呢，大家拢克服啦，咱就有一个释迦佛人，所以伊就会甲咱主动。伊讲如果这样我就胆了，改化解迄个因果的话，那安尼对琉璃王嘛无公平啊，因为因果是讲求公平的啊，那安尼？他会使，只是伊会使争取一寡时间，互大家会当安怎去有充足的时间来忏悔，来改变咱家己，是安尼尔。所以呢，因为若无清楚这因缘果报的这物件，你就会很迷惑。到底我叫你修行，行这条路是对还毋对？是安怎修行？有阮上面
啊，足侪人嘛会讲啊，啊是安怎阮爸爸因阿妈即个观念，啊，大家拢讲遮严个，啊，赶快拢安尼，他就拿出很多的这一方面的事情来，所以因领导即摆来要生，伊就讲因囝婿嘛唔敢回来求道啦，啥货啦，他就很多的问号。所以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对这个理无了解，所以伊会变成伊就看到，伊真看到的，伊无真清楚了解讲，即世人是来承受前世所种的因要受的果。伫成熟的时候，你才要来安怎？你才要来做上慢，就像迄个癌症若是早期发现有医，路尾甲生息啊，甲第四期啊。无伊，条因更加是相共。你想太接近了，他已经要迄个种迄个果已经要落地啊，已经若生息是毋是就落地啊，就落落来啊。你要等待伊生息，你讲要搁甲改变伊会甜还袂甜，敢有可能？所以这个都是这拢是一层一层来的。所以呢，或许呢，咱今仔日就先叫咱看这个段以后。那么伫这前面内底呢，咱知影讲，这个神伫《诗经》内底谈讲是神为着员工结果，拥有